Hello， 歡迎大家翻返嚟我個 channel 啦。今次同大家講下雙紅會，香港時間10月19號嘅晚上11點30分，利物浦主場迎戰曼聯。幾個星期前我相信冇人會懷疑到利物浦喺晏菲路係咪可以壓倒性擊敗呢個曼聯嘅。喺開季首5場衛冕嘅利物浦就5連勝，反觀曼聯就2勝2負1和。同宿敵嘅利物浦相差8分嘅。史諾嘅球隊先後係作客輸咗俾水晶宮啦、車路士，歐聯亦都係加塔沙雷嗰場波度作客輸波嘅，令到英超暫時冠軍就讓咗俾阿仙奴坐住先。需要強調一點呢啲敗仗全部都係作客噶。今個禮拜就翻到嚟晏菲路啦，紅軍就應該有主場之利嘅。曼聯亦都啱啱就擊敗咗新特蘭啦。呢場波令曼聯亦都止血，同時間亦都封零喎。但係咁曼聯最近8場作客係不勝嘅，2和6負。上次作客聯賽更長嘅不勝要追溯到1989年嘅9月啦。當其時係費格遜執教期間嚟嘅。今季嘅利物浦沙拿好似同上一季真係有啲唔同啦。係咪真係跌鑊年紀大呢？今季佢冇咗佢上季一個好拍檔，其實就係阿諾啦。阿諾喺後場傳唔少波俾佢喎。咁另外喺夏天不幸離世嘅祖達啦，對於沙拿嚟講心理上亦都有一定嘅衝擊喺度啊。不過可能球迷就比較上善忘啊。其實提一提大家啦，上一季沙拿係打破咗佢喺英超38場單季參與入球嘅記錄嘅。咁相信大家都認為沙拿嘅狀態應該喺好快嘅時間都會翻嚟嘅啦。沙拿喺英超對住曼聯已經入咗超過13球啦，參與嘅入球有19球啊。如果呢場波沙拿再整多粒亦都係成為歷史上第6位單一對手可以製造超過20球嘅球員嚟嘅。曼聯今季各項賽事作客4場失咗9球，英超中僅有般尼同埋韋斯咸令對手製造更多非12碼嘅預計入球。佢哋每次被射門據預計入球係0.16噶，係聯賽最高嘅一個數字嚟嘅。沙拿過去對住曼聯係特別醒神嘅。咁至於今季嘅曼聯失球亦都非常之高嘅。今場波嘅答案好似一早寫咗喺牆上邊咁樣。今場波要講曼聯就一定要講下佢哋嗰個前場進攻嗰個問題啊。開季7場之後射門次數係聯賽第一嘅，有110次，預計入球有14.1球，亦都係聯賽裏邊最高嘅。但係換翻嚟只入咗9球波，較預計入球係少咗5.06球，係5大聯賽裏邊最低嘅轉化率。加上2個烏龍波唔計入預計入球裏邊實際射門嘅轉化率係低於預計入球嘅7.06球。睇翻上年其實佢個預計入球係53.4球嘅，但係射入係44球，即係仲爭9.4球。呢個數字係全個聯賽裏邊由尾數上嚟第2嘅。今季曼聯連續3場英超都有波入噶啦，單場最低嘅預計入球都有1.52球，對住阿仙奴、曼城就各有1次嘅。利物浦嘅防線睇落去都有啲空間俾人走賺下嘅。主場季初對住班尼茅夫就暴露咗啲漏洞，最近對住水晶宮啦、加塔薩雷、車路士多次都係依賴住門將護框嘅能力嘅啫。數據另一邊睇下啦，咁紅軍今季被射嘅次數有71次啊，係第4少嘅，預計失球係7.9球，喺英超嚟講係第5低嘅。但係右閘嘅人選其實就唔係咁清晰嘅。哥拿迪其實就有啲起伏喺度啊。咁至於卡卡斯喺左閘仍在適應中。利物浦嘅門將艾利臣缺陣嘅時候就可以令到客軍真係有一啲嘅希望喺度嘅。如果真係既如以往一樣創造一啲機會的話，咁把握能力相信就係曼聯喺晏菲路搶分嘅關鍵啦。今季英超其實唔覺唔覺踢咗70場波噶啦。喺90分鐘之後入波嘅數字居然有24球，其中有10球係嚟自絕殺嘅。呢2個數字係英超歷史上最高噶啦。其中7球即係有 25% 係涉及利物浦同埋曼聯嘅，當中亦都有5球係絕殺嘅，佔咗 50%。其中利物浦曾經喺83分鐘同埋88分鐘入球鎖定勝局添嘅。如果今季呢啲賽事裏邊
冇咗90分鐘後入球呢，利物浦已經有4場呢由贏波變和局噶啦。咁至於曼聯呢，亦都喺積分榜裏邊呢跌到去第13位嘅。嗱，即使呢兩隊波呢，其實呢兩季嘅實力呢各走迂迴嘅，而家呢兩隊就相差8名噶啦。其實呢都唔係咁少見到呢個差距嘅啫。一隊就啱啱贏咗冠軍，一隊上季呢就15名。利物浦咧曾經咧喺23年嘅時候咧主場7-0大勝過曼聯啦，亦都係22年咧4-0大勝過曼聯嘅。但係今季咧兩隊咧賽事臨尾咧經常咧都有啲即係驚喜俾大家。嗱，如果今仗咧同最近嗰兩季晏菲路賽事一樣啊，嗱23-24年咧係0-0打和噶，24-25年咧係2-2。咁睇下啦，90分鐘後咧又冇波入啦。嗱，利物浦今季咧就以一個9位數字咧去簽入咗咧沃斯，即係前利華古遜嗰位啊，期望就甚高啦。嗱，其實呢位球員咧今季咧好多數據上咧我自己覺得就幾滿意嘅，咁但係可惜咧到而家為止咧都好似未開齋喎。咁英超7場賽事裏邊咧就0入球、0助攻、9次射門、11次咧就關鍵傳球嘅。咁另一位新簽翻嚟嘅球員呢，就係伊基迪基咧，今季咧10場賽事裏邊咧即係各項賽事啊，咁咧就只有咧呢個社區盾裏邊咧就有助攻嘅啫。嗱，呢位球員呢，佢好似咧喺英超嗰個節奏上咧仲未好似捉得到啊，同佢昔日喺德甲嘅表現上咧仲係有少少距離嘅。嗱，可能呢啲咧一切都係咧對曼聯嚟講咧係有利嘅。嗱，魯賓阿莫林咧經常咧就用雙中場卡斯米魯同埋班奴費南迪斯。班奴費南迪斯嘅經驗咧就向前威脅咧就夠噶啦，但係咧喺冇球防守中路咧，經常露出咧大片嘅空間喺度啊。嗱，卡斯米魯咧覆蓋力之下咧，班奴咧就中意向前上嘅，咁就令到咧佢身後邊咧出現咗呢啲咁嘅空間喺度。嗱，其實好多場波都係噶啦，曼聯咧喺自己後半場嘅右側咧，經常咧都出現咗空間，俾人可以攝到上嚟嘅。嗱，偏偏呢啲位咧就係沃斯咧最活躍嘅地區。如果今場波沃斯、加普同埋咧卡卡斯3個形成一個咧連線的話咧，應該係利物浦今場咧贏波主要嘅通道嚟嘅。嗱，前利物浦嘅神啊，即係高普啦，就評價咧呢個沃斯咧係百年難得一遇嘅天才嚟嘅。只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咧，佢就可以重獲翻啦利華古遜啊，場場主宰住比賽嘅球員身份啦。嗱，其實咧沃斯有啲咩數據咧咁好咧？佢其實踢咗咁多場波，累積咗咧創咗啲機會咧，已經有22次啦，係英超球員裏邊咧最多一個。嗱，星期日咧可能呢場波咧就係佢爆發嘅時候嚟嘅。嗱，過去咧外界咧成日就話咧亞歷山大阿諾咧防守啊，即係1對1嘅能力不足啊，令到利物浦咧嘅右路咧成為隱患嘅。嗱，今季好啦，走咗啦，咁應該咧就堅好多噶嘛，但係點知咧都未見任何嘅起色。新簽翻嚟嘅費倫邦咧，長期傷患，喺英超踢過7場波，而家仲要係受傷，應該會缺陣嘅。咁另一個選項咧就巴特利啦，同埋久唔久客串嘅蘇布斯拉爾，但係咧都好似咧同亞歷山大阿諾比較咧都有啲不足喎。嗱，其實咧有一則數據咧就可以話俾大家聽，利物浦咧係左路差啲定係右路差啲啊？佢個對手咧多數咧就嚟自呢個右路嘅。佔嘅比例咧係43.5%，至於咧左路咧只有28.2% 啫。嗱，右閘咧係今季利物浦其中一個咧主要嘅問題嚟嘅。嗱，呢個數字咧我知你知，我相信曼聯都知嘅。睇下曼聯咧點樣部署啦。咁啊，再噏下啲球員先啦。曉高伊基迪基咧，咁就喺利物浦咧10場賽事裏邊咧就係7場正選，5個入球，1個助攻，嚟自咧5.22球嘅預計入球嘅。嗱，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伊基迪基咧都對版嘅，只不過咧今季咧佢係聯賽杯咧對住修咸頓嗰場波攞咗個紅牌係俾人笑嘅之外，其他咧我都覺得仲想點啊！咁另一位咧就係亞歷山大伊薩克啦，轉會咧就拉拉扯扯啦，咁6場總計咧就上陣咗312分鐘，1個入球，1個助攻。咁至於曼聯方面咧，佢哋嘅前鋒啊新簽翻嚟嗰位謝斯高咧，頭6場波3次正選冇波入。嗱，最近2戰對住賓福特、新特蘭呢，就連場破門啦，8場裏邊5場正選就有2個入球，預計入球呢有2.3球。咁至於利物浦呢，即係人多啊，都唔知呢今場波究竟係伊基迪基咧定係伊薩克做正選。咁至於曼聯之後呢，相信呢些斯高呢應該都會係呢預計嘅正選球員嚟噶啦。
嗱，今場波呢，兩邊前鋒呢都好似俾人有閒言閒語嘅，其實都呢場波邊個入波邊個就起多啦。嗱，伊基迪基呢就未試過對曼聯嘅，咁至於呢，伊薩克嘅生涯裏邊呢，喺曼聯8戰入咗一球波，就係上季英超作客奧脫福2-0其中嘅一球啦。嗱，至於呢，CC 高呢，其實佢都對過曼聯嘅，不過呢個身份就有啲唔同啦，係上季代表住萊比錫出戰嘅球隊，最終呢就以0-1落敗，冇攞到分嘅。三人合計嘅轉會費呢，其實接近2.8億英鎊啊，三件呢都係貴嘢。今場豪門對決，睇下邊個入波，邊個就威威豬啦。嗱，講咗咁耐呢，麻煩大家 CLS 先，未 subscribe 記得 subscribe， 今晚加嚟個鐘仔。如果買波嘅朋友呢，加入我哋會員頻道，大家一齊呢講下每個禮拜呢有啲乜嘢波可以買下嘅。嗱，利物浦呢之前呢就輸咗2場波，今場翻嚟主場對住曼聯呢，嗱，熱就一定係噶啦。咁究竟係咪真係絕對曼聯冇得抽呢？咁曼聯呢對住晏菲路呢，其實都幾頭痕嘅，近9場作客晏菲路呢都未贏過波嘅。宿敵嘅黑星就係沙拿，正話講咗噶啦，佢喺英超對住曼聯參與咗19個球嘅入波，係歷史上最多嘅球員嚟嘅。嗱，再重複多一次啦，曼聯呢近8場英超作客呢已經係未贏過波噶啦，2和6負，最後贏波場呢就係雲尼斯達羅帶領嘅利斯特城，之後呢未試過作客贏波。嗱，如果咧要講埋啊，佢哋對住現時仲喺英超踢緊波而作客贏過呢，就要追溯到去1月啦。當其時呢，佢係作客富咸贏波嘅。嗱，不過咁曼聯呢，如果今場波呢可以贏波的話呢，佢就係連續2季作客擊敗衛冕嘅球隊。上一次呢，就係擊敗曼城2-1。嗱，至於咧球員嘅完整度嚟講呢，曼聯呢方面真係佔優啦。除咗馬斯奧爾同埋咧馬天尼斯缺陣之外呢，基本上全部都可以上陣嘅。咁至於利物浦呢，最大鑊就係佢哋個門將啦，艾力神啦，應該呢就繼續要休養一下嘅。咁至於呢，加文貝治可望上陣。至於呢，干拿迪呢，星期5呢已經開始咧復操啦。嗱，曼聯呢喺防守方面呢，其實今季呢，佢已經俾人起腳射過64次噶啦。喺聯賽嚟講呢，都第3高噶，僅次於呢阿仙奴同埋呢紐卡素。咁至於佢輸嘅波質量又如何呢？係預計失球啊，係10.1球，係英超嚟講咧排第4嘅。每次被射門嘅次數呢，佢預計失球呢係0.16，係聯賽最高。嗱，其實呢，呢個數字話俾大家聽，曼聯呢嘅對手起腳唔係咁容易，但係呢一射呢機會就好大啦。嗱，對利物浦嚟講呢，面對住阿仙奴同埋紐卡素呢，即係錄得呢9次同埋5次嘅射門啫。嗱，今場波究竟佢點樣創造機會呢？其實就係一個關鍵嚟嘅。嗱，所以呢，我淨係講咗呢，今場波呢，沃斯呢可能會成為焦點，加上佢企嘅位置啦，同埋呢過去喺英超呢參與過嘅數據嚟講呢，應該今場波會成為咧利物浦嘅焦點嘅。嗱，雖然咁耐7場波佢未試過參與嘅入球，但係呢9射11個關鍵傳球，加埋呢都有20次，係英超呢尚未入波同埋冇助攻中呢最高嘅一位球員。咁至於曼聯嘅宿敵啊，唔係利物浦啊，係沙拿。對曼聯入球超過13個波噶啦，參與咗19球，歷來最多。咁正話講咗噶嘛，如果佢今場波呢再有參與入球呢，即係佢對住單一對手呢超過參與咗20球波呢，就係英超歷史上呢有6位球員做到啫。有邊位呢？費南迪斯、舒利亞、林伯特、哈利簡尼同埋朗尼，真真正正呢，沙拿個名可以刻喺英超歷史上邊。利物浦14次英超對住曼聯只係輸過1場波啫，7勝6和，唯一敗仗係2年8月作客奧脫福。曼聯上次作客晏菲路贏波要數到2016年1月啊，當其時呢，仲要係朗尼一戰定江山。今仗利物浦不敗，將成為繼2022至2012年嘅車路士第2支喺英超主場連續10場不敗曼聯嘅球隊。萬一今場波利物浦輸波的話，係2021年2月以嚟首次英超3連敗。嗱，今場呢就雙紅會啦，咁相信呢有一定嘅捧場客噶啦，兩邊都。咁以波論波，問心講呢一場呢，利物浦係真係高啲嘅。咁你話曼聯有冇機會可以贏波呢？嗱，呢場呢我估計就問啲啦，因為呢曼聯條防線呢實在太高啊，踢得。咁我又唔覺得魯賓亞莫林呢肯即係去改啊，即係你見佢好鬼死硬頸啊嘛。咁如果肯改呢，我相信呢
扭轉嘅機會呢就會大啲。咁但係呢，如果唔肯改條防線啊，即係曼聯啊，咁會出現啲咩情形呢？咁就要睇下呢曼聯陣中嗰兩位老人家啦。嗱，我所指嘅就係卡斯米路同埋班奴費南迪斯啦。嗱，呢兩位老人家呢真係死唔斷氣嘅。如果呢作為對手嚟講，應該都幾憎嘅，幾討厭嘅。往往喺曼聯關鍵嘅賽事裏邊呢，呢兩位球員呢就會衝出嚟入波噶啦。咁至於呢曼聯陣中呢，仲有一位球員呢，我係覺得呢係運財童子嚟嘅今季。上季魯賓阿莫林嚟嘅時候呢，我就話呢曼聯陣中呢位球員呢應該就好啱呢魯賓阿莫林嘅踢法嘅。咁呢位球員呢就係曼治。曼治今季4場正選2勝1和1負，輸嗰場波就係對住阿仙奴啫。以佢上陣嘅數據，比起古亞嚟講，仲要好過古亞。進攻時候嘅流暢度呢，仲更加高貼。所以呢，估計今場波呢 Mason Mount 應該都會係正選嚟嘅。好啦，今場呢，究竟有咩睇法？大家呢不妨留言傾下，係咪真係一面倒利物浦接緊呢場波？大家留言傾下。好啦，今集就講到呢度先。記得臨走前 CLS 未 subscribe 記得 subscribe， 撳埋隔離個鐘仔。希望大家今個禮拜呢，同屋企人過一個好嘅週末週日。多謝大家收聽，下次再見，拜拜。